如果你想体验最有穿越感的家居生活，还是要去入住藏式小院，而不是温馨的家庭宾馆。带着这份期许，我去巷子深处一路寻找，多方打听，似乎已经看到了他的些许面容。就在转角的那一刹那，我终于发现了一座梦中的藏式小院——临沧。推门进去的一刹那，铃铛响起，往里只瞥一眼，我便立刻爱上它。小院不高，有3层，四面围起，天井式的建筑格局颇有意思。看着云朵从头顶飘过，仿若岁月的流逝。漫步在走廊上，我左右应接不暇。廊柱上精致的彩绘，廊顶上富有特色的花纹照明灯，隐藏在草丛中布满经文的瓦片。小院一角挂着佛像的流水布景，这些都不禁地让我感叹，这座藏式小院的主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就是临沧的老板扎西。通过扎西的讲述，我了解了些临沧的前世今生。原来这座看似崭新的藏式小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，而且还是拉萨市文物保护部门重点保护对象。它最早的主人林仁波切13世达赖喇嘛的老师。仓即宅的意思。扎西给我讲述着这座老宅子的往事，显得很是兴奋。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，扎西都会详细的讲述，一方面希望每一位客人都能够了解临沧的文化，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。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，老宅子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变，甚至一些老家具都被保留了下来。这个老院子虽然看着很大，其实只有9间客房，延续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氛围。走走停停，偶尔的凝望，小小的走神，心随思绪飞到了前世，去体味那一抹时光。